呢個課程由中國美術學院 AI 中心研發俾4至12歲小朋友，利用 AI 教導小朋友創作嘅技巧。全套24堂有唔同嘅知識目標、創作目標同埋技能目標。入面唔單止有太空、魔法森林呢類趣味創作主題，更加融入非遺剪紙、水墨國畫等中華傳統文化。入邊學美術技巧、構圖配色，入邊傳承本土文化。我哋獨創9步教學法，由興趣引導到親自動手創作。小朋友淨係識塗鴉，講到自己諗法，就用 AI 將想像變成完整畫作，真正做到所想即所得。加上科大訊飛 AI 教育設備，完美展現 AI 學習優勢。而家全國各地都出台政策，推動中小學人工智能美育 AI 藝術教育，已經係未來美術學習嘅大趨勢。呢套課程有權威學院團隊把關，學員仲可以參加中國美術學院官方專屬測評，攞到正規證書。